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爱妈妈。自从顶摆讲到面线，发现沙巴鱼面线是会使摕来请人客料理，就感觉真特别，所以我去找关系沙巴鱼料理的资料，去了解是安怎沙巴鱼用过遐尼贵，什么时阵沙巴鱼才变做是真普遍，大家拢食会到的鱼啊？台湾的沙巴鱼拢是同一款品种，是安怎食起来会无同款？今日咱来讲食沙巴鱼。台湾的头一本卷志，1717年的诸罗卷志，有特别写到台湾的沙巴鱼是真正的贵品，就是珍贵的物件。即阵真普遍就食会到的沙巴鱼，是安怎用过是足珍贵的鱼啊？这甲伊用过的产量是有关系的。一直到1978年进前，台湾是无人工发的沙巴鱼材。这也表示讲，若要饲沙巴鱼，就要先去海里，互野生的鱼材回来饲。英国人有一句话讲：4月24，鹰仔出世；4月26，海鹰开目。意思是讲，农历4月24就有沙巴鱼材，等到4月26，就是会使去捕的日子啊。开目的意思，就是鱼材3点花已经看会到。除了鱼材就要去捕去掠，真够工。沙巴鱼嘛真惊寒，早期的鱼温无乌遐尼深，也若到寒人大寒的时阵，真侪沙巴鱼拢会冻死，所以要饲沙巴鱼的风险是真悬的。也阁有用过嘛无好的冷冻甲温送的技术，所以若毋是住伫鱼温附近的人，真恶食会到青的沙巴鱼。所以英国沙巴鱼无济嘛真贵。伫日本时代，沙巴鱼也着先有牌照才会使卖，若私底下买，阁会互警察抓去。一直到战后1950年代时阵，一尾沙巴鱼阁要6-7箍，算是迄当阵真贵的鱼啊。迄时台南七股遐都有一句俗语讲：好野人食沙目啊，善车人食鱼台啊，节啊。因为沙巴鱼少个贵，通常是若做月来也是破病时阵才食会到。若安尼沙巴鱼当时开始变俗变普遍，这是因为台湾遮的科学家甲饲鱼的技术拢真好，因去开发用人工技术来发财啊，安尼就会当有稳定佮大量生产出来的鱼材。刷落来嘛改变饲鱼的方法。古早的鱼温是无甲2尺的深，较浅，所以遮的专家就教人甲鱼池啊挖较深的，挖甲2-3公尺的深，饲伫深水内底的沙巴鱼较定着，因阁食饲料，而且伫水底因就袂惊寒人大寒会去冻死。安尼互1公顷的鱼温，伊的产量会当增加3倍到5倍。有固定的鱼材，佮甲因饲伫深水内，沙巴鱼的产量是为1980年代以后就一直增加，到1990年迄当，一当生产是9万外公吨。毋过嘛，因为安尼，沙巴鱼的价钱就变作俗，变做是逐个人拢食会到鱼啊。沙巴鱼上早的时阵，300几年前就饲伫台南，即马主要的产地也是伫遐。咱咧食的一半的沙巴鱼，拢是为台南来的。拄则有讲到沙巴鱼惊寒，所以无共产地鱼啊，伊收成去掠起来时间无啥共。伫嘉义甲台南的鱼温较惊拄着大寒，通常因的11月还未入冬进前，就先好起来卖啊。
热人甲秋天的沙巴鱼是上济的时阵。毋过咱规年冬拢食会着，是因为也有高雄在饲沙巴鱼。高雄遐佫较少热，所以遐的鱼仔较毋惊寒。因会挺候到寒人，也是春天的时阵，沙巴鱼较少的时阵，才摕出来卖。毋知大家敢捌注意过，嘛毋是逐摆沙巴鱼食起来拢相共。这当然甲鱼仔大细只，也是鱼仔敢有青有关系。毋过这甲鱼仔安怎饲嘛有关系。因为全台湾的沙巴鱼拢是同一款品种，毋过要安怎饲，用啥物款水，产地伫倒位，遐饲出来鱼仔肉，甚至鱼仔的外形都无啥相共啊。若是按照古早传统浅白的方式来饲，迄鱼温敢若到脚头有，而且通常是因咸的海水入来饲鱼。鱼仔食的是鱼温下底的海草，这款鱼加减晒会着日头，活动量嘛加诚济，伊的肉就会较硬，食起来嘛较无土味，甚至这款鱼仔伊的鱼肠啊嘛加诚粗，所以咱若看到较粗的沙巴鱼肠，伊的油较少，食起来嘛较润，迄真有可能就是这款传统的方法饲出来的沙巴鱼。因为伫即种浅白，就是较浅的鱼温内底饲的鱼仔，因较生伫野外的生活，家己去找食，就像放山鸡安尼，肉会较结实。即马大部分的鱼温拢改良过，乌甲像游泳池遐尼深，安尼遮的沙巴鱼较袂死去，较好饲，而且因阁饲料。遮的鱼仔是等遮机械固定时间野饲料就爱互因食。因伫深水内底的活动量嘛较少，因会大较紧，也嘛加诚肥。这款鱼仔的肚，伊的油嘛加足济，肉较软，因为伊较无会运动，佮食饲料，所以这款沙巴鱼的肠啊，自然就较细颗。也若讲到底倒一款鱼仔较好食，这就在人啊。有的人爱食肥软的鱼肉，也有的人较爱食硬的。无论是深水式也是浅白咧饲的沙巴鱼，因要掠起来进前、收成进前，拢爱互遮鱼仔消毒，就是互因腹肚内底物件放互清气。安尼遮鱼仔掠起来了，煮落来食才袂有味，才袂臭臭。要消毒，就爱互鱼仔惊着。所以若饲伫较深的鱼温内底的鱼仔，是转开一台斗莫大的牌仔。伫鱼温遐走来走去，安尼鱼仔会着惊，甚至会规定为水面跳出来。这就是人讲的沙巴鱼跳过岸。因为都有一首真趣味的歌谣，伊咧形容动物看到人惊一条，是讲鸡看会拍国鸡，狗看分狗犁，金看会喷烂，虾看会倒单，沙巴鱼看跳过岸。除了鱼温深也是浅，饲鱼仔的水是咸也是正的，嘛有关系，嘛会互这鱼仔食起来无相共。沙巴鱼是会当饲伫咸水，嘛会当饲伫正水内底。也若饲伫咸的海水内的沙巴鱼，伊会大较慢，毋过嘛会较瘦，身躯就会较长了，皮嘛会较深色，伊的肉质会较硬。有的人讲食起来是较甜。也若饲伫正水的鱼仔，通常就较肥，油嘛较济。一尾沙巴鱼是为头到尾拢会使食，即阵连鱼卵拢会摕去做健康食品。因为沙巴鱼产量变济，所以罐头也是真济别款的加工食品嘛拢有。像鱼丸就是甲饲较济的卡只片落去加做鱼丸的。沙巴鱼头嘛有人真爱食，通常鱼头是煮腌生啊，也无就落肉。也若煎鱼肠啊，也是鱼肝、鱼腱，拢是伫产地才食会着。迄通常是迄天现台，也较普遍的是沙巴鱼糜、沙巴鱼面线，这伫台南足接看。也阁有一味我家己真喜意的是腌鸡仔煮沙巴鱼。也若讲到西瓜面沙巴鱼汤，这我敢若听过，毋捌食过。古早五柳期嘛有人用煎过沙巴鱼落去煮。也若做月内要食补的时阵，
麻油姜煮沙巴鱼，也是当归、青芪、枸杞甲沙巴鱼做伙落去炖，拢是真接食会到的物件。我听讲若产量真济时阵，也有人会生沙巴鱼，也是拍沙巴鱼干，毋知即阵敢也有人看过。也若是迄款也要大只的沙巴鱼，或者丁啊，我捌伫家己的菜市啊看过，伊的肉加真油，若用盐甲姜丝落去翕落去煮，伊的翅是软软，有的人规只拢会食落。落尾来讲沙巴鱼黏肚，英国即地是专门留予厝内时大也是囡仔食的，因为无翅佫较软。即阵时常伫超市内底看会到干那卖沙巴鱼肚的，无论是鱼肚也是无翅的沙巴鱼的肉，迄拢毋是机械杀出来的。一尾沙巴鱼规身躯是有222支翅，遐尼侪翅，机械嘛经袂清去。要选沙巴鱼肚，要经食的鱼翅，拢是真专业佮真高工的工课。300多年前，乌鱼窟仔饲沙巴鱼的技术是荷兰人为印尼遐引进过来的。台湾人后来佮安怎改良，安怎饲沙巴鱼？我伫真侪当前伫158集捌讲过饲沙巴鱼，若也未听过听友会当去找出来听。今日我先讲到这，大家若是有任何想法甲意见，拢欢迎写批来甲我讲。也若介意这个节目，请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嘛请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。若要赞助，伫节目的文字说明有连结。真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